国际上有研究指出，讲退休的人有2成8会得到忧郁症哦。国内的精神科医师就鼓励大家，讲退休的民众就爱定定出门去行行，来放松心情。现在，我开始放慢脚步，享受过程，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只追求目标，更多的时间我会倾听自己，关心他人。 为了退休时代心理健康，当时基金会和保家慈善公益基金会举办记者会，发布宣导影片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老人抑郁症的比例占全球7%，但是有去看医生的高达1.3%。基金会推测台湾大约有209万外的老人捌因为抑郁症就医，人数是不正多。伊嘛鼓励民众量早为退休生活做准备，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健康。长篇的文章、专栏的文章。 或者是制作短片，或者是工作坊，让我们的年长者能够认识什么是老化，什么是老人忧郁，还没有退休的人及早做退休生活的一个准备，然后呢也会接受筛检，怎么样是老人忧郁。 英国捌做过40-50年精神科医生的陈英兴指出，一人退休了后，因为离开工课路，就失去成就感，甲互人需要的感觉。身体若无保养，嘛有可能会出现一寡症头，影响到心情。若是会当积极安排计划，做较早也未实现的梦想，嘛较袂定定有不足的情形。精神医学上认为，如果是情绪低落，1个月都不会好起来，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。 本来可以做的事，现在不能做了。这时候就是要去找个精神科医师。陈英兴建议民众，若是心情已经影响到生活，就要紧看医生。基金会认为，退休无代表脚步都要停落来，因认为退休是一段黄金岁月的开始。鼓励民众加出外行行看看的，也是去做志工等等，拢会当避免得到忧郁症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